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翕相，台语安尼写翕相，有的地头讲翕相，华语的拍照摄影，台语拢会使讲翕相。所以照相机就是翕相机，照相馆就是翕相馆。讲查囡仔咧翕相的时阵，有3拖甲3延，总共6个动作，会互相片看起来更加生动好看。3拖的台语就是3挺，就是挺暗蛆、挺下斗甲挺下头。3延就是3压早，其中一个嘛是压下头，过来是压喙甲压目睭。翕相的翕油饭，宝贝金孙满月，阿嬷花头喜面，伫咧灶骹翕油饭，要分予厝边头尾食。过来天气真翕，翕就是翕热，就是热翕，就是咧形容非常闷热。热人的下晡，若是热翕，搁乌天暗地，连面就会落大雨。翕寒，有袂少人会去蒸汽室翕寒，甲寒逼出来。有人讲安尼会当减肥，若去寒着，有人讲就架被来翕寒会较快好。翕死，车顶若载幼囡仔，爱会记你抱落车，无哦，锁伫咧车顶无空气是会翕死哦。今仔日的台语字翕相实在真趣味。